邊個明堂咧好闊啦，正所謂明堂容萬馬，功名驚天下。左邊青龍位 ICC， 右邊白虎位 IFC。變相咧，你見個白虎位咧喺度有一個彎環嘅環抱喎，變咗維港嗰個財氣咧，可以經過呢一個白虎手咧順入嚟咯。咁網上啦，呢個單位咧，哇，女主人就真係深得男主人嘅歡心啦，好尊重啊女主人嘅，咁所以咧。